九龍龍區道，呢度地勢偏高，景觀開揚，超大戶面積321平到1086平。嗨，你好，請進來。這裡408平米，4個套房，大陽台，氣派嘅大廳，坐擁幾十人嘅宴會廳。宴會飯廳氣派寬宏，溫暖嘅主臥，面積夠晒寬大啊！主臥嘅浴室，呢度就係主臥嘅書房啦，一戰功成。次臥嘅浴室，複式嘅大宅688坪，寬宏嘅宴會大客廳啊！景觀嘅書房加衣帽間，大浴缸、桑拿浴室、沐浴室。溫暖嘅小偏廳，業主嘅車位私隱度十足，1393平嘅會所，山林式度假生活。